又是今暝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4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，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蒙福。大家人拢足想要有福气。民间宗教的人嘛咧追求迄个香地啦，因讲迄是福啦、平安符啦吼。生理人嘛真讲做生理，伫真特殊的节期的时阵，就会送迄个福地吼。好，那亲像讲你买着赚着啊，但是吼是有人赚着吼，但毋是买的人啦吼。这个概念表达出讲人追求福气迄种心境。虽然咱讲每一个人对福气的看法拢无相同，但是嘛会通讲应该无有人会拒绝福气。基督徒的信仰提到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搁活，咱讲这是福音，是上帝予世间人的祝福。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来讲。伫即个山顶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，上好的酒宴，有肥肉，有骨髓，有陈年的好酒。伫即个山顶，伊要将所有的人民黄面的帕，甲列国砍身躯的布摕掉。至高的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。对逐个人的面失去因的目屎，伊要伫全地除去伊子民的体辱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伫迄日有人会讲，恁看，这位是阮的上帝，阮一直在仰望伊，伊一定会来解救阮。这位是阮一直在听候的上帝，咱就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。基督徒认为领受上帝救恩甲上帝亲近就是蒙福的记号。耶稣基督教导蒙福的道理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讲，然后耶稣嘛甲请伊的主人讲，你请人食中昼顿，还是暗顿的时阵，毋通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族、好野的厝边，才免因甲你请到倒转来，你煞受报答。你请人客的时，宁可请散车人，行动无方便的、歹脚的人、失明的人。安尼，你一定会受祝福，因为因袂当甲你报答，伫义人搁活的时，上帝会甲你报答。蒙福之道就是做好无互人知，并且交代遐行动不便、无法度来甲你请倒转来的人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、12节到19节。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，伊耳耳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，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，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叫上主的名讲，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，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来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，对上主写我的愿。上主看伊剩的子民的死，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仆人，女婢的囝。你已经偷开捆绑我的锁，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。要求叫上主的名，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，伫上主殿的顶内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主写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主将救恩赏赐予阮，予阮蒙福。求主帮助阮，诚侪福音的仆人，诚侪
为着主来做工，互人得到利益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